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9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关心昨暗陆续有民众讲收到你抽到动资券的简讯，着500块，会使用伫看体育比赛买运动用品。因为有690万人去登记，抽出400万分，中的机会只有57.2%。也过有民众加价咧，是发现讲400万张，乃会减2张。体育署是表示讲，若是资料写无够完整，就无准算，所以再减去。收到调签的简讯，确定摕到500块的动资券，400万位民众被抽到，会伫咧29早起10点之前收到简讯或者是邮件通知。也毋过有网友目睭正尖，对体育署直播内面发现，本来要抽400万张的动资券，讲起来只个呢399万9998张，减2张。希望这次的抽签结果在这边呈现给大家。减2张走倒去，体育署讲，因为调签的人所写的身份证上尾了的3码毋是099的数字，所以调签无效。动资券698万外人想要抽，调签率57.2%。体育署为了要证明无人为操控，即边用8位数的号码做电脑抽签的乱数整数。所以这个数字的部分基本上也都是一个不可预测性，之后呢产生了16码的这个乱数这个种子。也毋过记者会无公布调签的名单。体育署是甲698万符合资格的民众，照身份证的英文照顺序排，由电脑读乱数整数去做对应，产生400位调签的人。其中身份证上尾了号码4的调签率上低，只个7.69%，其他拢差不多1成。身份证末码4为4的这个民众的部分，相对他们可以去换他们比较喜欢的这样子的一个号码，不要4。所以呢，在母数里面，身份证末码为4的人数就相对是比较少。农有关的调签率有9成大，易放券有7成，动资券是5成7厘。29早起10点之前，调签的民众会收到简讯或者是邮件。30日开始，依照身份证每日号码分流领券，8月7日到年底拢会当使用。也若是超过200万人申请，即个14万份的客家券，也会伫今仔日中昼12点用直播抽签，下到5点开始发调奖的通知。记者综合报道。政府的补助是好意，千万唔通滥散用。在当县政府就发现讲，有14间旅宿业者针对进前国民旅游秋冬补助，用假的带房资料去报补助。检方调查发现，业者向厝边兜买资料，摕因的资料去申请补助，掠到500多人。西雅市真热烈，观光局去年扩大推出秋冬旅游补助，民众要到旅店休大，毋若带房有优惠，更加配合经济部发放400块的夜市抵用券，政治原本要来刺激消费，却是遭到旅宿业者下诈领。检方调查发现，台东进前有14间的旅宿业者，涉嫌用夜市抵用券也是现金向民众换出身份资料，来申请政府的国内旅游秋冬补助。我们目前初估大约有不实的住宿的人数约有544。台东14间旅宿业者以200到400夜市抵用券也是现金，向亲戚朋友、员工这人交易，换出因的身份证件，来向观光局申请每一笔资料1000块的秋冬补助款。旅宿业者就搁透过亲戚朋友甲消息团出去，涉案业者即阵是先交报销团。台东县政府呢发现这些旅宿业者的申报金额可能有一些异常情况，住宿呢他可能是台东县的民众，但却在这边申请这个住宿，都会有一些少数的业者做这些违规的行为啦，所以我们真的也不乐见这样情形发生，因为其实对整个旅宿的声誉，我觉得是有点影响的。检方在今年3月就捌查出台东有旅社负责人以夜市抵用券为诱因，向地方民众收身份证来诈领补助。即阵佫扩大追查到侪间旅宿业者，也涉嫌用相款手法诈领。观光局讲，即阵议员是以限定申请补助的房数为上限，也佫靠地方政府在学校顶面来做监管，来防范不法，并且强调诈领补助款在法规上拢会使入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咱来看今仔日上新的云图。今日是吹偏东风到东南风，甲南边的水汽拢吹起来。花东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雨。中南部沿海伫顶半天嘛会有局部阵雨。若过到了后，因为对流较旺，有机会会落西北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也有桃园以南的平地。
过到了后落雨的机会是真悬，爱细致向上大雨。若伫无落雨的时，天气同款小热，各地高温普遍是伫33度到35度，嘛，还有伫大台北，还有花东，还有南投、外近山区也是好高的所在，有可能高温会冲到36度以上。咱台湾昨昏加5个武汉肺炎新的病例，同款是对境外带病入来的，其中有4个是对菲律宾入境，一个是香港，嘛代表这2个所在疫情有影在行。另外，对咱台湾登去泰国防验出病毒的外劳，咱卫生单位即马有考出189个人，其中甲接触者有18个人，都已经先隔离14天。国内武汉肺炎阁新增加5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其中有4个人伫菲律宾入境，1个人伫香港入境。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463例是50多岁男性，今年3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伫当地捌出现发烧、咳嗽、鼻无芳草等等的症状。7月2日返来台湾时阵体温较悬，由机场人员采检较紧。第464例是30多岁男性，今年1月份去香港做工课。7月中小连续出现反寒、变凊寒、皮无芳草、食无味的症状。7月2日返来台湾时阵主动通知，由机场采检较紧。第465例是30多岁男性，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做工课，6月底小连续出现皮无芳草、食无味，还佫有咳嗽等等的症状。伫当地捌去医生看，毋过快筛是阴性。7月2日返来台湾的时阵主动通知，机场采检则较紧。第466例甲467例是一对70多岁翁仔某，2个人今年1月份去菲律宾探亲，太太伫当地小连续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先生是无症状。2个人7月2日返来台湾时阵主动通报，机场采检了，确定2个人拢确诊。4位从菲律宾来都是搭同班机回国，所以他们的这个个案的接触者总共15人哦，其中10人就是此4名个案的同班机前后2排的乘客都是居家隔离，那另外5个是同班机的这个机组员。另外来台湾做工课2年半的30多岁男性泰国籍移工，第2日登去泰国了后确诊武汉肺炎，经过卫生单位疫情调查，已经列出189个人，分别是宿舍区的接触者18个人，列做居家隔离的对象。除了1个人有症状送病院隔离，其他拢安置伫咧集中检疫所。工作区的接触者是11个人，互列做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另外嘛，为着降低传染风险，公司其他的员工160个人嘛，拢已经扩大采检，目前拢无疑似的症状。我们准备也跟我们的健保资料来做一些核对，了解说在今年的最近几个月到有没有移工有这个呼吸道或这个腹泻的症状。指挥中心强调，讲这个泰国籍移工未日去台湾本土个案的数量，卡加嘛也搁伫咧调查当中。目前敢若知影去过卖场，若是累计目前国内有467例确诊，分别是376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还佫有36例敦睦蓝队。记者综合报道。确定去访话到的泰国移工伫桃园食头路2冬瓜，卫生局昨昏一透早就去伊做事的所在，对所有的员工做全面的采检。过即马是有劳工团体认为讲，劳动部提供予咱全台湾的移工防疫资讯根本无够，恐惊会造成防疫空棚。一个伫台湾做工课泰国籍移工登去泰国了后确诊，指挥中心无排除讲是伫咧台湾感染的。根据了解，这个泰国籍移工是伫咧桃园新屋一间科技工厂做工课，再去桃园市卫生局嘛入去工厂内底进行员工全部采检。下晡时阵，环保局嘛紧急来进行全工厂环境消毒的工课。为了能够充分的了解疫情的情况，那我们有进行了这个群聚感染热区的这个全面抽检。那这采检之后，因为今天结果才会出来，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要高标准来处理。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批评讲，劳动部防疫的消息一直拢真慢才提供予伫咧台湾的75万的移工，麻烦劳讲无证照的移工部分，因为烦恼去病院去用通报转来遣返，造成防疫的空棚，呼吁检讨移工防疫的困境，解决移工就医的障碍。一直在要求要把资讯做到充分，要把保障做到完整，才能够达成防疫的这种效果。可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政府部门各单位都非常的消极在这方面的作为上。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认为讲，伫咧小连续发生日本女学生甲泰国籍移工回国了后确诊，嘛显示台湾社区有无症状感染的威胁，提起秋冬防疫爱面对甲流感难做伙，袂当有症状才来行动，呼吁总统出面解决疫苗研发比人较慢的障碍。过去怎么住的？如果是
有拥挤的，那必须现在赶快把它分开。这是新加坡经验告诉我们的，不要继续再聚集。占中官嘛针对移工服役提出建议，除了确诊泰国籍移工的工厂甲宿舍爱分流减少群聚以外，接触者甲全工厂的员工全面核酸普遍体检，村落内移工进行血清抗体调查，而且都爱环境安全卫生全面检查。未来移工出入境嘛，拢爱核酸普遍体检。记者综合报道。世界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最近有几个州的民众收到对中国寄去新币的报告，讲内底是珠宝，啊，毋过实际上是种子也是菜籽。美国的农业部是警告讲，这来路不明的种子有可能会对美国有危害，呼吁收到的人爱随向政府通报。啊，若咱台湾嘛有人去收到一包对中国寄来的土，咱的农委会防检局已经解毁掉。来看《中国时报》，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已经去美国上班啦。昨昏，伊甲美国的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两个人见面，两边拢讲希望两国会当有更较侪合作，互关系更较巴，嘛要扩大双边的经济甲贸易，也搁有安全甲文化交流。另外，2年1摆的环太平洋军演8月17要举行，咱的国防部嘛讲会优先去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来看《联合报》，屏东的东港空军眷村共和新村16栋前改建，防积极讲有备案，甲搭也有真侪户拒绝搬走。最近这几冬，嘛有一寡团体在争取保留。屏东县政府有公告讲，历史建筑的部分，严格是限定干那日本时期起的才准算，后来家己起的拢无准算。即马地方就风声讲，政府安尼分就是要互老厝烂了了，安尼就唔免保留啊。来关心公司董事会8月27日时，通过对认识国际影音平台这个案，互外界指责讲，政府介入公司，爱公司替国家做宣传，安尼影响公司的独立性。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政府是望讲有一个平台，也是频道，互全世界看到咱台湾的好，政府会有责任，嘛会尊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伫咧27召开临时董事会，讨论敢是要接受文化部的委托，成立国际影音平台。会议内底有讨论嘛有冲突，过程当中气氛是无啥好，落尾以11-4表决通过。毋过嘛，隶属公司包括总经理周文杰等3个主管当场辞职。面对外界质疑讲，政府伫公司村卡出手，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政府一定会尊重公司的独立性。如果有个频道能够让世界看到台湾的好，公司应该怎样做？我们会尊重它的独立性，跟尊重它的内容。政府在这一方面懂得分际。国际影音平台前导计划有4500万的预算，会利用行政院的第2预备金，后手也有4年58亿的计划。也若投票投反对意见的董事是认为讲，按目前公司法来看，并无讲到公司会当对外进行国际宣传。不适合于来做啊，在法源上呢也有问题，在整部的公司法里面呢，没有一个地方谈到说公司可以来做国际的宣传。也若以公司的角色来讲，敢有适合做国际宣传？有学者认为讲会用的，不过一定要维持自主性。也有学者认为讲，公司应该要先扩大规模，做出高品质的作品，再过来讲国际传播。亲像日本 NHK 甲英国 BBC 一年有2000亿的预算，不过公司一年固定的经费就是9亿，就算是敲新妇，无米嘛煮无饭，不如就利用这个事件，争取应该爱有的经费，推出更加好的作品，自然就会当走向国际。公司做是可以的，但是只要维持它的独立自主性，全世界有一点宣传意味的国际影音频道，目前为止来看，大概没有成功的。成功的网络平台，戏剧为主，新闻啊、宣传啊都没有关系。BBC 它本来国内的观众就服务的不错，所以它对国外观众的服务算是延伸。利用这个机会来检讨我们整个电视，希望它达到的目标，这点预算其实达不到啊，这些东西要一并检讨。学者嘛举例讲，像中国超工做大外宣，成果并无好，颠倒是网络世代有创意的内容，是更加会当去引人。学者嘛讲，台湾无一定就需要大外宣，因为文化的软实力甲国际话语权的累积，是爱有软土拍久嘛会打，有心拍招就正创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即马也在增加。伫全世界即马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6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嘛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467例。
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28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449万例，巴西超过244万例，伫印度超过148万例，俄罗斯有82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2万例，英国超过30万例，意大利有24万例。国际疫情继续在传，伫全世界，即马确定去卫着的人数已经超过1600万人，而且死亡人数嘛超过65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应变。美国的白宫是发出声明表示讲，因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是确定去卫着，这嘛是美国上高层的官员去卫着。国际新冠病毒疫情继续伫咧压悬，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塞27日日内瓦记者会顶悬表示，全球确诊的人数伫咧过去这2礼拜是已经变成倍。Almost 16 million cases have now been reported to WHO, and more than 640,000 deaths. And the pandemic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In the past 6 weeks,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has roughly doubled. 谭德塞表示，新冠病毒是 WHO 拄着上严重的公卫危机。WHO 伫咧1月28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即卖已经经过半年，若照停事会伫咧拜四召开紧急会议。也若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莱恩是提醒讲，敢若用限制旅游是无够来应付疫情。The fact is, the virus is pretty much everywhere, and it can move between areas. I think where we need to look at is what is the risk of disease moving from an area of high transmission to an area that already has transmission under control.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concerning governments right now. 同一个时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团27推出1条美金新一波的纾困提案，会甲民主党团的版本来协商。共和党是希望讲会当减少目前失业补助的金额，为1礼拜600块的美金降做200块的美金。民主党是认为讲应该要继续来发，两个党政策意见无共款的所在袂少，要伫咧短时间内达成协议，恐惊有困难。They're not really ready to have a serious negotiation. However, we'll continue. We'll read what they put forth. I'm going to read all that tonight. 也若白宫是伫咧27发表声明表示，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确诊新冠病毒，是美国确诊上高层的政府官员。目前以自我隔离用远距离的方式来做工课。白宫讲，川普甲副总统潘斯拢无接触病毒的风险，而且国安会要是会正常来运作。记者综合报道。若伫欧洲甲亚洲有真侪国家，最近武汉肺炎的疫情嘛那亲像在反箍，确定病例伫头增加。为着避免疫情继续传，比利时即马已经宣布讲要严格来规定社交距离。若第2大城安特卫普嘛要实施宵禁。若伫澳洲抑个越南嘛因为疫情在传，实施真侪防疫措施。就伫比利时宣布扩大经济管制案，提出一系列严格社交距离规范了后，第2大城安特卫普27宣布暗时宵禁，商业区、海边酒吧甲餐厅必须在暗时11点关店，民众爱伫暗时11点半以前登去到厝的，一直到第2天透早6点禁止出外。根据比利时公卫机构的资料，该国动静甲和病房使用率比顶礼拜增加52%，17到23的新增加确诊数增加71%。Jusqu'à présent, la bulle sociale de chaque individu se limitait à 15 personnes par semaine. À partir de mercredi, elle passera à 5 personnes, toujours les mêmes, pour les 4 prochaines semaines, et ce pour un foyer tout entier. Et donc on compte pour le foyer et non plus par personne. 德国的机场防疫检查站排队排真长，边境防守是该国为了阻止出现第2波疫情所推出的重大做法。希望甲即阵的每天新增加确诊数对超过800例降到500例以下。I think it's a good idea, but I think they should test all countries, not only the official risk areas. 欧亚部分国家原本提早采取封锁这防疫做法，也开始控制甲袂歹。不过，为着挽救经济，在疫情确立了后放松，即阵确实爱重新采取防疫规范。越南在连日新增加确诊数增加了后，礼拜起全面加出入岘港航班甲大众运输关开15天，紧急撤离8万人。澳洲维多利亚省宣布实施比现行6礼拜更加长的防疫管制。新南威尔斯27通报新增加确诊14例，其中1例是旅游回国伫饭店隔离14天检查出阳性。记者综合报道。
那香港武汉肺炎的疫情确定病例已经连续1礼拜，逐天拢超过100例，昨昏个新增加106例。而且有98例是本土病例。那中国的疫情嘛拖甲真紧，又搁增加64个中国的本土病例。香港礼拜宣布新增加106例确诊，其中98例是本土个案，确诊人数连续7天超过100例，总计确诊2885例。另外，有2名确诊者过身，总计有22例死亡。堅城糧市建築有限公司啦，咁佢除咗啲工作人員咧，仲有啲屋企人咧都受感染嘅。咁今日都有一啲確診個案嘅，咁有2宗確診個案。香港部分省民眾掛着嘴暗，互別行，保持社交距離排隊，對新型防護衫醫療人員手中領出免費的病毒檢測樣本矸啊。當地是這波疫情重災區之一，民眾攏感覺真驚嚇。日比日增加多，個個都唔街市都唔夠膽去啦。疫情無受控制，港府宣布2月開始收案防疫做法，全港餐廳禁止佇內底食物件，引起未少民眾怨言。啲粉麵啊、乾糧啊啲頂住先咯，你唯有接受嘅啫，你都冇得反抗㗎。我諗如果大家即係冇地方其實如果又要去公園嘅話，公園我哋冇關閉嘅嚇，咁嘅話咧就大家坐開啲咯。不過9月立法會選舉即要到啊，政務司長張建宗以投票人數多、疫學風險懸，港府會通盤考慮是毋是延後選舉會適時宣布。而中國疫情也上升，首都北京也各自發生疫情。該病例以丈夫與大連市無症狀感染者高某在錦州市某飯店共同就餐。中國國家衛健委公布，27新增加64例本土個案，其中遼寧大連的海鮮餐廳小胃感染一直拖開，擴散到東三省。福建甲北京也爆出甲大連相關的病例。大連市政府緊急宣布，即日起實施限制組織命令，停止婚宴、生日宴會才會組織的食飯活動。記者綜合報道。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防指控侵佔國有基金達到45億美金，大約新台幣1300億。自動埔高等法院昨昏宣判，對納吉牽涉第一件洗錢案，宣判講7項罪名全部攏成立，伊向判12檔的有期徒刑，而且愛罰金，差不多是新台幣15億。行政法院就和記者包圍，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被控侵佔國有基金上7億台幣，第一件涉及2.9億台幣的洗錢案。吉隆坡高等法院判決第2倍出來，7項濫權、貪污加洗錢罪全部攏成立，判12年加罰款15億新台幣。納吉講會上訴。Saya amat kecewa dengan kehakiman dalam kes SRC kerana pihak kami yakni yang diketuai oleh Tan Sri Syafiee, peguam-peguam saya telah memberi hujah-hujah yang boleh membawa kepada banyak keraguan dalam kes ini. 2009年納吉上台成立國家投資基金英馬發展基金，想要甲大馬發展成這地區金融中心。不過見小台一直逼出，2015年英馬基金無一時害900億美金的代誌引起國際注意。美國司法部也個發現英馬用來買飛機、高級厝，甚至連納吉的契囝投資的電影《華爾街之狼》拍片資金也是來自英馬。This guilty verdict is a landmark event for Malaysia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person of such high political standing has ever been convicted in a court trial here in Malaysia over cases involving corruption. 納吉是馬來西亞史上第一位被送上法庭的首相，不過攏無認罪。亦個講這攏是政治手段，將責任攏撒個前金融顧問，也是已經走到海外，好也勝利人劉德祖。不過劉德祖也堅持家己清白。政治分析師講，這項判決對大馬有指標性意義。Wha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is that people should not really be celebrating now. This verdict to me is very much the first step of the process. And we know that in Malaysia, many of these politically charged cases, once they get to the appeals court, they get reversed. So the fact that we have today's guilty verdict doesn't mean things will change.
Najib will still remain an MP. 那个也有另外一项指控，伊涉嫌2011年到2014年之間，自一馬非法協議差不多157個代票的官司，案件伫咧去年8月開始審理。雖然即馬有21項洗錢加4項濫權罪，那個攏否認，因為伊所屬的政黨烏統目前是大馬的執政聯盟之一。有分析認為，那個上訴成功，伊的政治路也是有可能的變身。記者綜合報道。澳洲選例有詐騙集團，假引做中國嘅政府機關，利用各種名義，強迫中國嘅留學生配合演戲，假引紅綁票、紅北去，來向留學生嘅厝內底人騙贖金。佇今年歹徒就已經騙走新台票6700萬。目睭去互換掉咧，骹手嘛互拔起來，中國留學生哪哭哪講話。看起來真恐怖，綁票的案件實際上是一場騙局。詐騙集團假做中國機構，騙留學生講，伊佇咧中國的身份去互偷用，涉嫌犯罪，都要付錢才袂互掠去，或者是互趕出境。The scammers will purport to be from a Chinese authority, such as the police or the tax department, and they will demand money from the students for various reasons. Essentially threatening harm against people,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unless they contrive a photograph that makes them look like they've been kidnapped. Then they encourage the person to lock themselves away in a hotel room, turn their phones off, cease all contact. 澳洲警方表示，这种强迫留學生自導自演的詐騙案，是專門咧騙中國留學生的。為今年年初開始，至少發生8件，受害的家屬看到因囝紅綁票的相片，煞聯絡無人，敢來當照詐騙集團的要求匯款，互歹人攏總摕到320萬澳洲的錢，差不多是台票6700萬。They're becoming very, very common, and the phone calls are going out at an alarmingly regular rate. If you get one of these phone calls, hang up, ring the police, ring your university, but just don't pay any money. 警方認為講，因為文化因素，部分國際學生生活較無甲人咧來去，這攏互因食做歹人上準的目標，只要有少少人互因騙過手，這歹人都攏有利頭通好耍。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國際上抑有啥物大代誌？咱做伙來看世界。反對香港版的國安法，歐盟是做出反制，宣布限制出口、鎮壓抑有監視的設備要予香港。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就表示講，聲援香港的行動，這是行動的代表，嘛呼籲中國愛遵守國際法，確保香港的自治甲自由。來看美國甲澳洲的外交部長甲國防部長召開高層會談，討論安怎面對中國的挑戰。雙方在會中嘛強調講，台灣在印太地區的地位真重要，所以答應要繼續強化甲咱台灣的關係，嘛要支持台灣參加國際事務。美國嘅職棒大聯盟馬林魚隊員去挖到武漢肺炎這件代誌繼續拖燒，規隊已經有17個隊員去挖到。大聯盟嘛宣布講，馬林魚未來6場嘅比賽攏總要延期，這嘛去影響別隊嘅比賽。新嘅球季才拍一時啊，無到1禮拜，就因為疫情即嘛攏亂去。今頭等下國內來關心，因為咱國內疫情穩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進前有宣布講，8月份開始要有條件開放外國人申請來咱台灣就醫。啊，毋過國民黨嘅立委甲醫護代表是同齊開記者會，質疑政府並無做好相關嘅配套，所以無應該開放。頂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為8月初1開始，有條件開放外籍人士申請來台灣看醫生。早起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林宜華甲醫護界代表共同召開記者會，質疑政府佇咧無配套、甲溝通的情形之下，就開放外籍人士來台灣看醫生，恐驚出現防疫的空棚。為什麼此時此刻，世界各國還在防疫關鍵的階段，我們就要貿然開放外籍人士來台就醫，讓我們的醫護人員再次增加他們的負擔以及承擔這樣的風險。蔣萬安表示，指揮中心講開放外籍人士來台灣看醫生，無排除中港澳人士的申請。不過目前每一個國家疫情的狀況、甲控制的情形攏無同款，政府應該愛對開放外籍人士看醫生的政策有更加清楚的說明，包括外籍人士需要什麼醫療照護等等，若無可能會讓第一線醫護人員承擔更加濟感染風險。當然，它有排除了醫美啊等等之類的，可是保護我們自己的護理人員、醫師的這些生命的安全，我想這是更重要的。這些資源如果沒有保護好，那我怎麼樣去救治我們自己的國人？我想這個是需要我們在考量的。未來開放的話，不可以是通案，而是以專案的方式。那我們希望說人數在一開始也是要嚴格把關。
那8月1号能不能做到这事情，我也希望说卫福部能够尽快给我们一些数据来让我们安心。经过主治医师的评估，那么认为有它的医疗的必要性，那么是有涉及到疗程的延续性跟风险性。做完评估之后，由医疗机构代为向我们提出申请，那我们才会去审核，给他许可，不是病人自己要来就可以来的。卫福部强调讲，疫情期间会严格来审查，而且并不是讲申请就会批准。也若伫咧过去国际医疗真发展的时期，住院的病人敢若占健保住院的0.2%，未造成医护上大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申请劳保的失能给付天的表顶悬，即马这个表顶悬也有写残也是废一寡较歹在的字。劳动部已经按算要修正，另外失能给付内底查甫查某领的钱无共款，这部分劳动部嘛讲会甲统一。伫劳保失能给付的假啊，会当看到真侪项拢用残缺来形容手指头啊关节的失能状况。使用吹的功能，佫会当找出55个残这个字，2个废这个字，啊，佫10个歹形的词来形容面烧烫伤损害，还是目睭皮欠缺。经过民间团体的反弹，嘛召开专家咨询会议，劳动部确定翻修失能给付标准第3条附表，甲无合用的用语，修改做一寡较中性的词来使用。因为比较有一些刻板印象的一个争议，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同步把它做一个中性化文字的一个调整，一律改为缺损来替代。失能给付的标准除了用词刻板印象，伫男女会当领的补偿日子嘛无啥共款，男性是220天，女性是360天。但是昨仔网络阁经过一波台湾男性费用无值钱的讨论了后，劳动部嘛确定修正规定，甲男性嘛求关到360天，甲女性共款。伫心脏医师的方面是放零资格，若是被保险人有进行失血辅导器医师的手术，卖防来日起失能的状况。现在医学比较进步，可以借由这个心智辅助器的移入，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嘿，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依照医学专家的一个建议，做这样的一个放宽。他装不装也都是失能啊，然后不装也是很严重，他装了也是很严重。啊，若是台湾病医心导更新的主任林维文先前规讲，放零标准是合理，因为病人一般拢是左心室严重衰竭，得去用到辅助器。争取时间来等待换心，所以就算讲还未心脏医师，嘛达到严重失能的状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股市最近的气势真旺，今仔日开盘是半指输出啦，目前指数伫12536点左右。昨昏咱台北股市的起伏是全世界第一，伫盘中嘛有冲破13000点，拍破历史纪录。不过昨昏收盘是收伫12586点。分析师是认为讲，台北股市即阵才旺，主要是受台积电股票影响，所以其他半导体电子类股嘛拢对咧抢悬。也毋过其他亲像塑化、新机、汽车，还有观光类股表现就无遐尔好啊。台股强滚，接续前一天的细面，28台股透早就开出红盘，盘中上悬捌冲到13031点，佫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嘛来到3432亿，嘛创下历史交易量的纪录。不过落尾出现卖压，大盘最后是收伫咧12586点，是落1.57点。其实更多的资金，但是追逐的是少数的股票，台积电或者是拿到中国订单或美国订单，而这些股票其实又占大盘全值其实很高的比重。台股像咧洗三温暖，主要是台积电透早就起定，带动科技股跌咧起。盘中股价上悬，来到466.5块，创下历史新高，市值超过12条，排全球第10。了后有起较少，不过收盘也是起10块半，收盘价是435块。台积电1块钱就是10点嘛，它涨40块就是400点，是选股不选市啊，那是主要还是看财报比较好的个股来做一个选择的。根据证交所统计，28收盘172间有起，737间是落，平盘的有50间，要8成的个股是落。分析师表示，台股起这波主要是半导体电子类股，颠倒是水泥、塑化、升机、汽车甲观光类股，落个幅度相对较大。最近台股虽然大起，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有趁钱，尤其是投资的散户，袂少人了钱，才做外资的提款机。我不会考虑台股的。这长辈有一个就是投资嘛，后来把他退休金全部都泡汤了。
不过，金管会主委黄天木28嘛针对台股这波行情庆管表示，并不是干那资金面，嘛有基本面的小劲。分析师表示，美国就要进入超级财报周，台股第二季的财报面临着挑战，拢是未来影响台股起落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破风公司计划要伫花莲设置机场这件代志，引起当地民众抗议了后，县府尾也是决定要撤照。也毋过呢，县政府即马也是照常要针对县内新设的铁幕场管理治理条例要立法，所以冇开公听会。昨下晡伫寿丰乡开公听会的时，换铁幕业者来တင်情，讲要争取因家己的生存权甲工作权。伫寿丰门口中心外口，来自花莲各地铁幕场代表举着布条，大声来争取生存权甲工作权。拒绝污名化，保障畜牧业，保障畜牧业。进前破风公司市场遭到强烈反对，引发设置进程无先互民众知影，也个离徛价伤悬这争议。县府决定立法管理来推动相关的治理条例，不过地方的铁幕业不满，烦恼讲会做袂落去。口蹄难得拔针，现在要搞一个地方自治法，我们已经撑到这个时段，要走出世界，又遇到这种问题。这个地方自治法，咱今日叫定位，咱的第二代是要安怎生活落去？是讲随便你用欺负的。拟定治理条例进前，为了收集各方意见，县府委托东华大学举办咨询座谈会。头一场伫寿丰举行，而将来条例规定，铁幕场应该离徛家还阁学校外远咧，是要比较台东的500公尺远，也是宜兰的100公尺外，即阵也无共识。不会对既有的东西产生影响，主要是针对新建制、新设的东西或未来扩建。这场座谈会，反破风自救会成员无出席。离门路边医向永恒区的管理者是在场တင်情，受到破风争议影响，铁幕场的登记许可渐慢审查，造成伊无法申请合法的方法。向永恒区设立诚侪帮助失地老人甲身心障碍者福建的基地，也诚侪击败破风事件。另外一种的苦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当地规划要甲基隆的轻便铁基路轻轨的沿线对南港展览馆驶到基隆，若轨道有构成要甲代替公家用，安尼sẽ去影响代替的车帮未来嘛无按算要驶入基隆火车头，这是引起部分基隆人的不满。也毋过基隆市政府讲，轻轨坐运免单车就是上利便的。基隆轻便铁路即阵正伫进行综合规划报告阶段，想要明年动工，2027年完工。不过即阵传出，未来轻便铁路建设了后，有90%铁基路是甲代替共用，会排开代替列车无到入去基隆火车站，引发外界烦恼，会影响通群族的权益。还要再换啊，所以就搭客运可以直接去。搭客运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就好了。如果直达的这个台铁的话，只要30几分钟，我们就到台北市了。走路到就是他们的火车站也好，或者是捷运共构的这个车站的话，然后你再换车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它至少我的预估哦，它至少会大概有20分钟。根据规划，基隆轻便铁路全长总共19公里，路线对基隆到南港展览馆，沿途停靠除了代替现有的基隆三坑啊、8堵、7堵、百福、5堵、石子站甲石科站以外，另外新增加6堵、北5堵，这总共12站。而原这期基隆轻便铁路所规划终点站是南港展览馆，除了要对换坐代替的民众造成无方便以外，连原本用坐代替换高铁的旅客，嘛先伫展览馆落车了后，再佫换一运坐高铁，安尼一来，毋但会长通勤时间，也加速互基隆更加便便化。未来我们的终点站会设在3铁共构的南港转运站，所以就不会有轻轨接不到高铁的这个问题。它过去对于台铁区间车最诟病的地方就是它会误点。那未来呢，这个轻轨只要建设完成之后，其实班次也会变多。我们现在正在期末报告阶段，相关的路线方案会在这个期末报告跟相关单位来做确认。基隆市府强调，即阵最班的车坐快1公车拢会快速到台北，已经大大取代过去需要到基隆火车站坐火车的方式。而且未来基隆轻便铁路完成了后，有计每小时能提供10班到12班车，也就是5-6分钟就一班车，提供予市民更加密集准点的列车班次，民众免浪费时间停来等对火车通过，会更加省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凤山的维武营国家艺术中心，伫2008年正式启用。即马是传出来讲，当初是负责设计的荷兰建筑师，因为伫工程的期间，互要求变更设计，所以起的钱变侪，转向文化部提出告诉，要求因爱搁加纳1亿3000多万。台北地方法院昨判决判文化部败诉。经过15年的筹备，开80多亿起的高雄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伫咧2018年启用，那是全球上大，敢若用一个厝顶的综合剧院，还佫捌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世界100大景点。It has 4 big auditoria. One is a lyric, it's for opera. One is concert hall. One is a playhouse,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recital hall. And all together, we put them underneath one roof. 负责设计荷兰建筑师法兰辛豪班对整体的规划是讲甲真欢喜，不过却因为工程期间设计变更的议题，甲文化部咧拍官司。法兰辛豪班甲罗新华建筑师事务所共同包下维武营的设计，伫咧2007年拍契约，要求设计剧院顶顶的场地。伫咧2008年完成规划了后，却启用要求演奏厅爱改造中型的剧院顶顶，认为主建筑体变更的幅度伤过大，是属于重大的变更。双方的合约对于重大变更就设计费用的计算跟一般的变更不同的规定，关于是否为重大变更这个争点的认定在另外一个案子已经经过最高法院判决，要在变更的几率应该并不大，还是在坚持说这个案子是属于重大变更，我们会援引先前最高法院判决的认定。设计师认为讲，因为延长工期，预算嘛爱提悬，应该爱重新计算设计服务的费用，所以去告文化部，要求因爱付1.3亿。不过文化部认为讲，变更是伫咧早期的规划甲设计的阶段，而且原本的规划大部分嘛拢有漏咧，是无符合重大变更。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文化部就要赔偿原告1.28亿。那文化部嘛回应讲，目前已经伫咧做上诉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大溪基督教的传教士丁志明，伊自细汉爸母拢过身，是靠阿公家请养大汉，家境较无好，有接受过教会斗相共。大汉了后，伊保袂记哩这份温情，所以才放弃伫台中薪水较悬的石头，转去故乡免钱替庄脚较弱势囡仔开安亲班，而且一做就是20档。基本上我们是陪伴他们，那我们陪伴他们，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有人爱他们。因为你有学历，你才会有不同的眼界，你有不同的眼界，你的未来才会走不一样的路。讲到家己的愿望，云林大溪基督教传教士丁志明，因为伫海口出世，所以真了解偏乡弱势的囡仔成长的过程，常常拢是阿公阿嬷在照顾。我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啦，那我阿嬷也接连的过世。那时候我阿公自己一个人要带4个孙子啊，那时候教会来关心我们。那我就觉得台西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孩子，我希望回来能够做一点事情，给他们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好好的写功课。厝里4个囡仔拢靠阿公请养大汉的丁志明，唔愿看海口囡仔，因为厝内经济影响读册。大汉了后，全放弃原本薪水袂歹的头路，发心回来故乡看教这寡学生。回来到现在将近20年的时间了，90%以上甚至95%以上都是弱势家庭的孩子啦，完全连保证金200块都不收了，因为我不希望因为一点点的钱，然后去影响到孩子有可能被照顾的机会。人讲做好大，肯赢食早知。丁志明因为捌受教会帮赞，大汉了后愿意回归社会，帮助和伊同款的囡仔。互社会更较温暖有愿望。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的延庆社区定期拢会互时代做社区的导览员，小解当地好、当地水，也有当地食物。即阵嘛是专工请生态的专家来教这个时代导览的技巧，嘛提供一寡新的想法，丰富因导览的内容，望因会当继续替故乡小解更较侪好的物件，互更较侪人知影。摕即张食物，阿公做导览员，讲这会当起来斟酒。另外一边，大家是行到大树骹，现切研究虾的品种。
南投县德山镇延靖社区因为离都市有一段路，生态资源在当地居民的保护之下维持了真好。当地时代唔若固定时间会带民众认别食物，因搁参加环保水计划，和生态专家学导览的技巧。深山有深山的物件啊，咱这浅山有浅山的物件，啊无共款科类嘛足济的啦。老人家教我们再教年轻人啊。对规划路线选择要小解的食物，思考要安怎讲？阿公阿嬷一方面加强家己的导览能力，另外一方面也了解平常时伫咧食的食材，拢伫咧倒一种的环境成长，在食的时佮爱注意什么？民俗植物、地方的观点、地方的归属感，都容纳在跟植物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解说的方式。今天上课下来，很多长辈都知道他们以前所食用过的草药之类、植物类，我觉得对大家是一个回忆。德山镇延靖社区发展协会望长辈会当留点故乡，往无用做导览员，也将食物的知识传落去，也互因的生活更加精彩。记者综合报道。捌摕到金马奖终身成就奖的新奇导演，拍过真侪经典的电影，对台语电影伊的付出嘛真侪。所以即阵在国家电影一甲影视厅文化中心收获5出伊经典的作品，要伫全台湾播送。王太太这阵失事，实在真无可能。头家娘转来困啦！刚讲是头家娘转来啊！1965年台语恐怖片《地狱新娘》对哥德罗曼史《米兰夫人》这本小说改编，剧情变化真紧，看到互人心惊大惊。亲像你这款外形，查某要伫10个9个，都嘛无问题。以性工作者做主题，扮演1969年基层社会人士的误落和处境，互人讲是迄当时用长镜头翕上介久的一出电影，也是新奇导演的作品。新奇导演其实伊伫台语片，伊有足侪无共款的角色。所以你若是看伊的片，你会感觉讲哇，这个片毋单单是讲因为市场，伊嘛知影讲这个片是我要将我艺术的这路想法，会当互大家看。你有咧偷看无？还未修复的电影，影像色彩对比度较无够，画面会出现白白一丝一丝的感觉也较明显。修复一出电影差不多要100到200万，不过修复人员也伫咧过程找到互电影起死回生的使命。我们早期看台语片是会有这种旧的感觉，可是，在先进的技术上，如果我们把它修复的跟新片一样，这可能会是个会备受讨论的一个议题啦。那当然。最终能够把这些影片呈现出来，我相信这是所有修复师的最大的一个成就跟使命。到底电影要修复到什么程度，才袂失去原底的光彩？这也是修复人员长伫咧存在的。影视厅中心执行长王君琪认为，少年的创作者会当对这寡经典的台语电影找找台湾味。咱就爱讲韩国电影甲台湾电影，寄生上流。导演嘛是有讲，伊的灵感就是1968年一部韩国片叫做《夏女》。若是讲在台湾在创作的少年人，会当阁看到较早即款影片，其实对创作来讲嘛是真好的一个刺激。影视厅中心这6年来已经修复50出电影，其中台语有19出。这阵新奇导演的作品也伫咧台湾4个县市小煞播送，希望互人感受台湾对农业社会转型做工业社会的娱乐和生活情景。记者阿明金林昆明台北报道。甲乡亲来去看，意大利有真侪所在是世界真出名的观光景点。不过呢，因为受疫情的影响，即马无观光客，嘛较罕有人去行打。而且较刚开业美国观光客，即马拢无到位啊，嘛影响当地的观光收入。意大利嘛因为安尼减少18亿的欧元。都亲像真侪意大利人同款，马里奥一直甲最近才重新发现家己国家迷人的所在。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全球观光客想要甲意大利旅行受到一定的限制。意大利本国人亲像马里奥甲太太伊丽莎白就到南部萨莱诺省的有名观光城镇波西塔诺享受山水的美景。A lot of foreigners come to Italy, but we Italians don't make the most of its beauty.
It's something that we rediscovered recently and that we're going to try to continue doing. 进前的封锁措施表示，观光季延迟开放，亲像这间酒店7月7日才重新开幕。今年甲以前差别上大就是为美国来观光客较少，美国病例数增加真济。美国游客目前游玩被禁止进入欧洲。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represents 82% of our guests, so we hope this market will be able to recover, and above all, that the flights currently cancelled until December 31st will be able to resume. But I'm optimistic, not for this year or for the next few months, but by next year, for sure, it will start up again. 专门负责特色化游艇行程业者也为客群转变推出应变的方法。 We're trying to organise group excursions with a smaller number of people to fully comply with COVID-19 measures. We're trying to organise something for those who want to enjoy the coast, but don't have as high a budget as the Americans. 身为观光大国，观光产业占意大利13%的 GDP。法新社引用一项研究指出，美国观光客减少来消费，可能为意大利带来18亿欧元，差不多新台票606亿的经济损失。 虽然经济一直受到打击，不过对于亚马菲海华来讲是好代志。地中海沿岸塞车情形消失，海面上只有几只船在行，空气也变得非常的清气。记者综合报道。 受风沙影响，唔那意大利，其实真侪国家经济系列咧，拢面对打击。不过，尤其是一寡亲像在做小生意的店头，有人即马是硬经，有人要拼转型，希望会当冲破困境，生存落来。希腊的雅典卫城硅谷内面，人无讲介济，斯库马斯伫咧当地卫库街经营一间咖啡店，因为疫情咖啡店关2个月期，一直到5月底才停开。 Σίγουρα έτσι μια ανασφάλεια και στον κόσμο και σε εμάς σαν επαγγελματίες. 虽然这么个停开营业，不过因为采取防疫措施，这个开放户外的多，生意变正歹。这个希望看热天生意会变较好无。同款有经营困难的，一个纽约的蓝马服装店，青岛市下开的印度服装店，伫咧纽约市的杰克逊高地街区第74街，伫疫情严重的时阵被迫停业。 一直到纽约第2阶段放零限制了，才够开始恢复营业。Jackson Heights, like all over the news, you must have heard that this is the epicenter of this, COVID. 虽然店会当重新营业，不过现实真残忍，生意变歹，收入无够支出，服装业者拢无啥乐观。另外，伫黎巴嫩当地企业家阿塔亚有同时开胖店、披萨餐厅、甲花店，不过疫情期间，这个胖店会当营业。 If you lose one day of revenue, you have to work extra hard for a week to regain your position. 为了要增加收入，阿塔也是想空想胖，家己的胖店改做多角化经营，同时兼卖煮好的面，也个卖花，维持花店的业绩。另外来看日本东京，一寡较细间的花店是缩短营业时间，硬经落来。勤務の方とかがお家にいる間。 お花を飾っていたいとか。虽然这么已经全面解禁，不过花店的营业额依然是让两成，业者只好想其他的办法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30个研究机关、千外的科学家用20年的时间，建立出过去61年来宇宙变大膨起来的过程，已经公开发表，赶紧来看。 为研究团队制作的动态影像，应看到女娲中部分偏向蓝色甲球色，显示发出的光线波长较短，频率较悬；女娲外边就偏向红色，表示波长较长，频率较低。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为2000年开始观测超过400万的银河系。学者指出，各个银河系光线随着宇宙扩张延伸，伊的波长会增加，频率也降低，也朝向光谱当中的红色方向转移。 该研究计划以美国史隆基金会来命名，叫做史隆索菲天文调查 （SDSS）。每隔3到6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2014到2020年的第4阶段，延续前一阶段重组振动光谱调查，缩写是 EBOS。 EBOS is designed to measure the three-dimensional positions of galaxies. One of the techniques we use with EBOS data to measure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is called the Baron acoustic oscillation technique.
This uses a standard ruler in the distribution of galaxies, and we use this scale to measure the accelerated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过去天文学界常常用哈勃定律来推估宇宙扩张的速度，算出哈勃常数，也就是认为扩张的速度是稳定的。不过，这几年来，除了哈勃常数真侪摆被调整，透过EBOS测量出来宇宙扩张速度也比即卖哈勃常数悬出10%。哈佛大学天文学教授库什纳巴讲，天文物理常常出问题，不过从来无人提出质疑。未来有关宇宙扩张会有啥物新的发现，甚至新的理论，应动摇或者是推翻目前的讲法。科学家正继续惊向咱唔知影的未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下晡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外岛是26度到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水嘛上爱水的秘书啦。想要像我这么水，今仔日咱就来讲这个主题：装他。装他汉语写作装他，罗马字写作子装特阿他。装第一条，他第7条。装他就是化妆打扮的意思，因为头是咱人上界显白的所在，所以会开较侪时间装他头面的部分。第一步，咱通常会先洗面，把门跟空洗好清气，再来抹化妆水、其他的保养品等等。保养刷了后，才开始抹粉、画墨牌、点胭脂。有闲的时阵，我阁会擦指甲油，也是去予人彩绘指甲。你看，敢唔水？甲家己装头好，阁较拍，心情嘛阁较快活。即马真侪查甫查某拢正够西装打扮，毋那是挂耳膏，连片啊、豆仔嘛拢有。也是伫身躯插花，真适拍。秘书我嘛真介意挂饰品，像金手链、钻石手指、珍珠耳膏、玉啊手环。不过这物件拢真贵，我只好拢要价。有一句俗语讲：3分人，7分钟。意思是讲，人的外在3成是父母生成的，另外7成就要靠打扮，所以培养家己的美感真重要。例装他、化妆、胭脂、指甲油、插花、西装打扮，3分人7分钟。爱水无啥物唔对，因为介意家己，对家己有信心，是人生内底一项重要的功课。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
来请收看咱的节目。